Drinking Gordon 帶你哋去曼谷唐人街跑吧。曼谷唐人街除咗多嘢食，仲有好多特色酒吧，最緊要係全部都好近。今日帶你哋一晚跑5間酒吧。第一間嚟到喺百年古蹟入面嘅 Opium， 佢係超難 book 嘅米芝蓮餐廳，普通大藥房開嘅酒吧。呢座樓本身係大廚家族100年前開嘅藥房，佢哋 menu 都大量加入唐人街元素，好似呢杯滴血認親，雖然知唔係真，但都真係嚇我一跳。中意呢度 cocktail 又好玩又好飲。第二站嚟到 Messenger Service， 呢間係曼谷第一酒吧，Bar 新開嘅姐妹酒吧。佢個 concept 係街市 grocery store， 入到嚟叫酒好似喺街市揀餸咁 ，cocktail 都係經過好多工序，等佢可以呈現翻材料原味。呢度冇 Bar 咁多獵奇款式，但飲落更加易接受，真心好好飲，真係好彩嚟咗。第三間嚟到以蜂蜜為主題嘅 Asia Today， 呢間我真係要大推啊，因為佢個 Irish Coffee 真係超級無敵宇宙級好飲。呢度所有 cocktail 都有落唔同類型嘅蜂蜜，全部蜂蜜都係泰國做，仲可以俾你先試下蜂蜜添。不過最估唔到係呢度嘅 classic 手勢相當紮實，超大驚喜啊！第四間去到幾個鋪位隔離嘅 GOD， 全名係 Genius of Drugs， 入到嚟好似間廢棄咗嘅教堂咁，多得式風格配上紅光。佢哋星期5晚仲會喺樓上有鋼琴表演，真係以為自己嚟咗拍吸血鬼片。呢度 cocktail 全部都有配嘢食，因為我好多嘢都唔食，所以只係試咗一杯都唔錯。最後一站我又係要大推啊！呢間隱藏咗喺個貼紙相機後面嘅 photo booth， 佢哋個 menu 設計同 cocktail 賣相都係滿分啊！佢哋係將酒吧附近嘅排隊食店拎佢哋嘅嘢食嚟做 cocktail， 好似呢杯 Q 到暈嘅熊仔，靈感係嚟自於附近嘅豆漿鋪，超好飲，加上滿分服務態度，為呢個曼谷之旅畫上完美句號。